3区一间补习班有11岁囡仔逼6岁囡仔吞一支3公分重的气体。这2日北部、东部湿湿冷冷，加在明仔载开始就会豆豆啊回温，拜五暗又搁要变天。民众党团表示，李前秀已经提出放弃中国籍的申请，明仔载宣誓就职的时阵就会说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2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这新德市动物园地下的停车场，竟然变作是改装车自会场所。即届呢，这改装过这演讲讲，毋那是真吵，而且来遮参加的这民众，阁会伫咧现场放音乐。也因为这时间就是暗时11点外，警方来现场处理了后，会交予环保局来甲裁罚。3更半暝，停车场内底竟然全拢车，改装过演讲讲，佮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有的甚至佮挑工甲音乐放真大声。地点就伫咧新德市动物园的地下停车场。拜六暗有车友伫遮办活动，半暝11点外，附近的民众咧怨讲，车发出的噪现声实在有够差。那是停车场，不是给你那个喧哗，给你那个玩音响的地方啊，因为那是公共场合啊，对不对？那人家停车啊，对，对不对？对，应该会影响多。警方接到通报了，派人到现场甲人赶走，过程中甚至有人唔愿配合。后来警方现场加强警告，再配合检查，刷起白针对违反改装车辆规定，交环保局进行裁罚。警方到场后，开启警报器及广播器，命令解散，并针对现场聚集车辆予以盘查超登资料，当场告诫物有妨碍安宁行为。后续有关车辆改装排气管及噪音违规部分，将函请监理及环保机关裁处。有关噪音车辆违规的处罚是依据噪音管制法规定，机动车辆行驶噪音时超过法定标准者，将处理新台币3600元以上至36000元以下罚款。环保局指出，按照规定，除了按处所处罚以外，相当计有吊扣牌照，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共同维护生活环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另外来看，这花莲的太平洋公园呢，是有青少年骑这微型的电动2轮车入去，而且呢，佮把这车链挂伫咧哪像是玲珑马的这个设备顶头咧耍，作个行为是引起网络的关注。一定穿黑衫的青少年，加微型电动车后轮骑去哩底座顶面，利用后轮带动规个底座玲珑式，射甲真紧，个人升加规个摔碎。敢不敢？我来。好，你来。你要卡住它，对，然后你的左脚卡在那边。不是，转慢一点哦，转慢一点哦。OK。好了。来到太平洋公园的囡仔游乐区，这个玲珑式设施告示牌顶面有写使用规定甲年岁限制。虽然这个底座看起来无歹去，不过民众看到影片也是真生气。比较容易损坏。我觉得这样子很糟蹋，就是公共建设，就是毕竟那是给小朋友玩的。官府建设处是表示，太平洋公园是禁止各种汽车、机车入去。这阵青少年骑微型电动车入去已经违反规定，黑白使用娱乐设施，这站也会追究。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造成油具损伤、损坏，甚至影响到他人的安全哦，县府还是会提出相关的这个求偿的方式。那我们在现场都有装设相关的摄影机。因那破门的青少年已经赶紧把文章抬掉，也会失礼。官府强调会加派人力巡查太平洋公园，也对骑无共型的机车入去的民众扣款，也是开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顶礼拜这美国的影响呢，台股今仔日一开盘就盘无到32000点，其中呢，这台积电、鸿海甚至是联发科等等的早盘嘛是同款青顺顺。分析师是表示讲呢，这美国总统川普是提名前联准会理事华许来做后一届的主席，这让美金变贵，也毋过美国呢线拢全部受乌，所以台股嘛是同款市面无啥偌好。另外，这金融也是讲传统产业呢嘛是种同款盘价，啊那台股呢盘中上低是盘超过690点。另外，这台票换美金嘛是同款盘价，上低是来到31.6。另外来看，在台北市大安区呢，有一个70多岁阿伯去为着汉他病毒过身，这是台湾自25冬以来第一件汉他病毒死亡的案例。台北市府是表示讲，这礼拜开始会专施大摒扫。
台北市70外回老先生感染汉他病毒死亡，有里长特别设临时办公区，那民众需要地引起厝内底抓鸟鼠，环保局2摆出动到各县徛街附近清消，周边抓鸟鼠监测作业甲抗药拢完成。好像没有到很有成效，因为还是会看到，就是不管任何时候都会看到。应该会比较好吧？比较好。对，但我没有太，我知道这件事啊，但我想应该还好啦。1978年开始，南北实施全国白手酒政策，由各乡镇市公所发白市动议予每一户。不过，后续因为鸟鼠用药禁止食物链影响禽鸟，2015年迄时阵的农委会决定取消统一防治期，回归地方自治。各里办公室也拢准备鸟鼠药啊。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因应汉他病毒死亡个案，这礼拜开始会个会同卫生局区公所进行专区环境整理，来做一个比较强力的一个环境整顿哦，民众同步来进行一个家户的一个内外的清洁的一个作业。这摆个案出现在台北市大安区，有人烦恼大安新民公园有真侪碰刺，是不是有传染记录？医师分析汉他病毒和风险区是密闭、土沙侪、通风歹的所在，公园是开放空间。松鼠它的一个情境是说，在公园这样子比较开放流通的环境、封闭环境、下水沟，它的分泌物所传播的环境是有所差别。疾管署提醒，要过年啊，咧大饼扫若发现有此类的排泄物，应该先挂喙安、手冷手笼，甲拍开门窗，也掺水的漂白水消毒作用30分钟了，过饼扫，免用去尘器才被病毒飞伫空气内底造成传播。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这桩代志呢，是有可能会变作是防疫危机。这是咱海巡署呢有查到禽流感疫苗的走私案。这姓刘的嫌犯呢，假做是要清洁剂，也毋过呢煞对中国进口一寡这非法的禽流感的疫苗。这检方目前已经依法甲提起公诉。共计查扣非法动物用药品计1886瓶，约50万 CC。此次查缉非法禽流感疫苗数量甚巨。据统计，可供50万只养殖家禽施打，且来源不明。目前是伫这姓刘的嫌犯，伊徛家也有家人管的，拢总是查到1800多罐的这疫苗。这内底呢是有动物流行感冒病毒等等的成分，也因为咱国目前是全面禁止做这类的疫苗，所以姓刘的嫌犯佮加进口来到台湾，若准流出去，安尼恐惊是会损害到咱的防疫体系。目前检方已经依法甲提起公诉。另外，要来关心的是，台中的5青呢，是有民众因为去互家己饲的狗仔咬着伤，一个受气转拍狗仔来出气。动保处是表示讲，会照动保法甲处分。目前这只狗仔嘛已经暂时安大好势。乌狗叫甲真凄惨、真大声，徛街内底这穿乌衫的查甫人提棍仔对乌狗身躯一直拍。乌狗行到金币伫边啊，规个拍狗的情形，拢互看袂落去的民众甲翕落来，并且报警察来处理。我是听到蛮久才起来看的呢，因为我就觉得有异样啊，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看起来黑黑的，一直打他。哦，就把他抓着去打他，啊，狗紧挨叫啊。台中市动保处已经3日暗时会同警方到现场。主人承认讲，3日暗时因为互饲2年的乌狗，甲脚咬着伤，一时真生气，才动手甲拍。动保处当场甲狗仔铐落来，并且送动物病院检查。犬只送医后，发现眼睛左下角有受伤，已进行适当的医疗处置。令有关民众质疑扣留犬只与影片受虐犬只不同，动保处将持续与警方合作调查厘清。动保处讲，主人超工伤害狗仔，也无办理宠物登记，也无甲验掉，依照动保法，相当会使罚大票34万，并且甲这主人列做禁止饲动物的污名单。对着伫私人的所在虐待动物，动保团体认为讲，动保法的新修法提案内底，对着动保检察员的这执权加强是相当重要的。这个案件是刚好被发现，可是除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外，台湾到处这样的案件是不见光的，就是默默的就发生，但是也因为它在私领域，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觉得动保法这一条修法是非常重要的。动保团体也讲到，饲鸟狗这宠物的比例是逐年拢伫增加，民间真希望再设置动保警察，将发到更加专职，也更加专业来处理相关的这个虐待动物案件。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狗仔呢，其实这笼动狗嘛，应该就爱来管理。来看这新庄金安拿的这个棒球场呢，拜六的时阵有咧办比赛，不过煞有可能这狗仔呢是走入去咧棒球场内底甲人掠，而且在地人讲，其实这已经不是头一届啊。因那动保处是表示讲会调查这个狗仔到底敢有主人，若准有，就会依法甲处罚。比赛拍到一半，熊熊一阵骚动。比赛赶紧发停，因为有一只黄狗走进球场，冲向中外野手，乌狗落在后边，也甲球员赶紧走。不过早就有人被咬伤，许多破坏安静及害队友赶紧赶到。一人被黄狗追，一人被黑狗追，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拿球棒去做驱赶。影片发生中的前一局的时候，已经有个友队已经被咬伤。转头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只正朝这边冲过来，我当下就吓到，就赶快跑。在新北市新庄，迄时阵两支球队伫和平公园庆林球场咧比赛，差不多是伫1月31早起11点外，熊熊互狗仔咬着，无奈原来拍球，原来爱个细致，狗仔过来咬人，大家怀疑是流浪狗咧攻击。有10几只有了，都躲在那个树林里面，那个靠近大汉溪。出太阳，它会来晒太阳。你在这边有看过流浪狗之类的吗？就是后面那个脚踏车步道啊。案发的球场4个围网啊，已经破起分家。当地民众也讲有看过流浪狗，也有人在运动时阵互狗仔一直捉。不过动保处接到通知到场，狗仔已经无在现场。如果有饲主饲养、输送或有管理不当的情形，将依照动保法来开罚。若为游荡犬只，也将会进行收容。即摆有问题狗仔受人饲，也是流浪狗，爱个调查。动保处提醒，若是拄到流浪动物，爱尽量减少对立，免通凊彩干饲，避免这狗群自作伙，生拖出更较侪流浪狗，甚至有环境垃圾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安南区呢，有一间补习班是有11岁囡仔逼6岁囡仔呢来吞一支3公分长的吸体，而且补习班阁无通报，等到家长甲学校的老师讲，这件代志才安尼逼开。教育局是查到这间补习班呢是有3项违规，所以会甲罚钱，嘛要求改善。对电工的画面通看到有一条长长的物件，这是一个3公分的吸体，竟然会伫一个6岁查甫囡仔身体内底，互医生检查到。家长表示，这阵吸体也搁伫囡仔的身躯内。家长讲，这代志发生的原因，就是台南安南区一间补习班1月27日下晡，那像是发生学生甲学生去冤家，一个11岁囡仔逼6岁吞吸体落去，互家长甲社会拢真注意。睡到一半都会突然起来，起来说。我磁铁会不会一直卡在肚子里面？我们就是跟他说会排出来，但是他还是会很害怕。体班的负责人也都没有出来慰问过我们。最主要的就只是想要一个公道而已。这件代志补习班并无主动通报，是家长1月29日敢若透过简讯通知学校导师。老师认为这有个样，遂通报校方。校方嘛伫规定内完成校案甲社情通报。不过，就机关这件代志拖几啊天，相关单位拢无紧甲家长斗相共。嘛讲社会局甲教育局爱认真保护囡仔，唔通出代志就安尼小下体。难道你们都不能交叉保护孩童吗？你现在告诉我，你有跟社会局讲吗？教育局讲，教育局局长我明显看他摇头。那教育局28号就已经通报了，你们在做什么？安亲班的业务，这个违反规定。第二个呢，聘用呢就是没有登录的教职员名单，这个违反第2件。第3个事件发生在27号，那么有学生呢伤害的事件，可是没有第一时间呢24小时内通报，违反儿少相关的规定。教育局回应1月30日无派人去稽查，发现这个补习班违法兼办课后照顾班，兼这老师无照规定登录伫教职人员名册内底，后续拢会防处罚。另外，针对补习班无伫24点钟内主动通报学生受到伤害，教育局嘛请社会局依技巧还罚款。即阵嘛要求业者1礼拜内提出说明兼改善，若无改善，上严重可能会互人停止招生，甚至收起来。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的消息，这2日呢是受到这冷气团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呢是湿湿冷冷的。加在明仔开始呢，这各地都会豆豆回温啊。等到拜五暗又搁要来变天，若准到时阵呢，这温度甲水汽拢有配合，安尼这个拜6礼拜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有落雪机会。
拜一透早也是冷冷的天气。气象署讲，上低温出现伫金门、马祖，只有9度至10度。不过对拜二开始，温度就会回温，落雨的情况也会减少，一直到拜5暗，受到冷气团落南，天气才会搁转成冷冷淡淡。礼拜6水汽是最少，所以从温度曲线上可以看到，就是最湿冷的感受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预计在北部跟东北部的话，温度上有机会下探到12度到13度左右。那南部地区，花莲、台东，当然就是温度的话，可能会在13度到15度之间。气象署表示，拜二开始西半部天气会变好天，若正方面的东北部、东部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一寡雨。拜5冷气团报道，拜5、拜6北部甲东部会落雨。明天的白天一直到礼拜5的白天，相对来说是水汽最好的时候。不过东半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降雨，西半部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到了礼拜5晚上到礼拜6锋面通过，又是另外一波水汽跟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时间点。我们预计在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降雨又会逐步的增多，中南部云量也会增加。那一直要到礼拜天，整体的降雨才会有逐步趋缓的状态。气象署提醒，拜2开始温度回升，拜4、拜5透早西半部较会大雾，交通要注意安全。若拜6礼拜温度甲水汽有配合，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同款有可能会落雪。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这秋冬的季节呢是种青花菜的时期，伫个嘉义地区这阵仔呢是因为这日时气温有较悬，所以青花呢是较紧熟。本地是2礼拜才通收成的，即卖呢10天就会当来办啦，所以价销嘛受到影响。伫菜园仔内底，农民采收已经熟的青花菜。农民讲，日时的天气若是较烧落，青花成长的速度就会变紧，这毋来拍破原本采收的计划，嘛会去影响到市场青花的价销。我本来应该是后礼拜，结果这阵仔拢烧热，中昼烧热，暗时较冷尔，不过伊冷袂偌冷，所以速度足紧的。你若烧热，结果你今仔日剁30箱，我也剁30箱，伊也剁30箱，当然价销就会较俗啊。你若冷落来，你剩剁10箱，我也剁10箱，价销当然就会较好啊。嘉义县是台湾种青花的主要产区之一。根据嘉义县政府农业处统计，今年种植的面积计共买255公顷。目前青花产品的价销一律13块，若是交予bán商是1公斤40块。农会表示，青花的产期时间较长，虽然天气影响产量，不过目前对价销影响无大，也是伫农民会当接受的范围之内。咱青花伊的收成期较长吼，较袂像高丽菜吼，拢伫一窝蜂做一件弄去市场安尼。产生迄个整个价格崩盘安尼，咱青花就较袂啦。高胜率的一律13块，安尼是过会好。你若卖食家己的工吼，安尼是过会使。农民表示，天气较烧热，九月青花有较侪淡薄啊。刷落来天气搁要变寒，青花的成长嘛会搁慢落来，价销就会较稳定。青花的产期一直到清明进前，即嘛是青花上游上好食的时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来关心的是，厄瓜多有一个5岁的查甫囡仔拉莫斯呢，伊是伫美国掠移民的这个行动当中，互人带去甲拘留10天。目前，这拉莫斯已经甲伊的老爸做伙登去到明尼苏达州啊。那川普政府是表示讲，其实这拉莫斯呢，因老爸就是非法入境的。不过，拉莫斯因兜的律师却表示讲，其实因是有遵照申请的程序。5岁拉别斯拍伫阿爸的肩胛头，总算要返去厝啊！这对为厄瓜多来的爸仔囝，伫法官下令了后得到释放，坐飞轮机返去明尼苏达州，下令释放南洞的联邦地区法官比利伫判决书指出，本案因为政府每日遣送配件无表无周至，而且纸片无好势，甚至无顾虑囡仔来造成创伤。民主党众议院发言人苏尼德证实2人已经返去到厝。5-year-olds understand now, and this is gonna be a trauma for Liam. 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梅勒夫林声明当中指出，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并无针对阿掠拉别斯，是阿爸黄掠了后，拉别斯的阿母唔愿带囡仔走。阿爸甲官员讲，希望拉别斯含伊做伙。厝边甲学校表示，联邦移民官利用这名下令前的囡仔做字，互伊敲门，拐阿母开门。国土安全部驳回这完全是白插话，而且讲是阿爸甲车等来逃走，将拉别斯留伫无禁火的车顶。ICE is still here this morning in Columbia Heights. They don't care. It's really hard to really celebrate for
one family. 为这对爸仔的民主党籍联邦政议员卡斯楚顶礼拜探视拘留中心的时，听阿爸形容拉别斯艰苦无助。拉别斯甲阿爸是伫20川普政府伫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发动大规模移民都市行动当中，互人拘留。当时拉别斯拄对幼儿园转去厝，爸仔后来互人送往德州的一位拘留中心待10天。川普政府表示，拉别斯2024年12月为厄瓜多非法入境美国，甲叙律师表示，有庇护申请文件，而且等待审理，会当互伊留伫美国。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这西藏的流亡政府呢，是伫全球27个国家、87个地区来举办第18届人民议会的初选的投票。这投票的结果是伫5月13日来公布。这澳洲区的议员是表示讲，这场选举呢，就是对中国的大反制，同时嘛是西藏争取自由的一部分。徛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初一举行书证甲第18届西藏人民议会的初选投票，藏人手提身份证有投有收，伫投票所排队领选票，圈选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了后，甲选票落入去投票箱。达赖喇嘛2011交出政治权力了后，议会就是流亡藏人上重要的机构。一届做5档，特档召开200回，有45个议员。其中30人代表3个传统省份，10人代表5个宗教传统，5人代表流亡藏人。It's important to continue the Tibetan movement because it's now more than 60 years, and we are passing through a second generation, like leadership.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freedom struggles always take a generation and generation of people to keep collective and keep strong, and then continue the struggles. 中国2020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境内藏族人口有700多万，若藏人行政中央估计，散布伫全球各地的藏族人口大约600万。这场选举超过半数的选民，约56000人徛伫印度、尼泊尔甲不丹，其他的34000人分散伫世界各地，其中12000人伫北美。8000人伫欧洲生活，为着让选举顺利进行，流亡政府伫27个国家、87个地区，拢总设309个投票站。I believe that China are watching us right now, and they are seeing that the Tibetans in exile are voting for their political leader and enjoying this democratic values. 中国外交部伫发予法新社的书面声明表示，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不过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团体，是完全违反中国宪法甲法律的非法组织。初选主要是选出候选人，最终投票会伫4月26日举行，结果会伫5月13日公布。藏人以行动证明，虽往无国家，因仍然继续伫国际间进行实际上的外交活动，甲自治自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阿富汗伫过去一冬当中呢，有超过250万人是因为战乱的关系走去到伊朗，也是讲巴基斯坦。也毋过呢，后来煞互人家强制遣返。目前这阿富汗当地资源是真欠，百姓是腰肌失当。联合国是警告讲，是有差不多1700万人拢无啥物通食。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布棚内，一个被靠等咧个棚，这是因今仔日唯一的一顿。حالا همیشه باد میشه باران میشه فهمیدی چی میشه خب مجبور هستیم بچه خود بغل خود میگیریم زود باشن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بچه گریان میکنن که بابا سرده یخه اینجوریه اونجوریه خب مجبور هستیم میگیم باشیم چیکار بکنیم 这个人因为战乱逃去伊朗，不过去年去用逮捕，强制押等于一暝就失去所有的家园。این 2 روز شده و خدا 2 روز گشنه ماندیم 2 روز گشنه ماندیم به خدا 50 رفت داشتم 50 رفت رفتم نان یخ گرفتم به بچه خود آوردم همونان همه قبر بچه ها دادیم همه قبر بچه ها دادیم که بچه ها مقصد میگیم برو مرد میتونه بزرگ میتونه تعامل کنه 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过去一冬，互伊朗甲巴基斯坦遣送到阿富汗的超过250万人。伊朗谴责阿富汗是以色列的间谍，而且向增加1/10的人口，互原本就因为可汗甲战乱引起的阿富汗粮食危机全面爆发，1700万人冻得腰巴肚。Well, hunger is rising at an alarming rate here. 1/3 of the population are experiencing acute hunger, and that is 3 million more people than last year. 唔那欠牛囡仔营养不良的问题嘛也悬。Last year in 2025, we saw the highest
surge in malnutrition ever recorded in Afghanistan. And sadly, the prediction for 2026 is that it's going to be worse. 发放援助物资的现场总是排乐乐等的人，不过会当睇到的只是少数。يعني متدفي أولا كده نمي قوشة بيشها كم تقوشنا وتشنا خاوي كاس أزمو إن صداي مننا مش نودي أنا موري ديك دروازة كي يجاك خدا خبراي 阿富汗移动一个摇巴岛，世界纽西史说是卡湖难为，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了后，减掉援助计划，说来长吹，只是人命关天。联合国搁一届呼吁国际紧来援助，共同对抗这场饥荒的战争，帮助阿富汗的人度过寒冬。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来看这个加拿大的海洋世界呢，是伫2024年关门了后，在园区内底几啊十只的海鸥甲海猪呢，拢无人甲照顾，险啊是互人甲安乐死。加在即马加拿大的政府是讲会当有条件，甲这的海鸥甲海猪啊送去到美国，也毋过这听说呢，也是充满变数。北京伫水池中收来收去，看袂出前几日假的风影。不过，其实一直到加拿大渔业部长26日发声明宣布有条件批准因出口至美国，这群北京才暂时逃过一劫，免防安乐死。Back when I became a whistleblower in 2012, I was forewarning that the infrastructure, the life support system was crumbling, and we're witnessing the nightmare that we had forewarned as whistleblowers. 早伫海洋世界2024年热天关门卖出去之前，园中的鲸豚生存环境就真受批评。2019年到达已经有20只海鸥来死亡。It's what's killing them. The water's killing them. The water and the failing system. 唔是干那环境歹尔，照顾能力嘛真欠。Because we were spread so thin, and that's why the tanks were never as clean as they could be, and that's why the whales, to me, did not get enough enrichment and the observations that we have to do every day. 更较害是海洋世界爆发财务危机，鲸豚连旧后的水池就袂大只。园方去年就想要甲30只北京、甲4只海猪卖予中国水族馆，互当局以违法拒绝。转移计划冻点落园危险，若无政府金援，也是1月30日之前得到出口许可，敢若会当将北京安乐死，引起社会议论。If this was your mother or my sister or my aunt, we wouldn't be hav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euthanasia and killing them. We'd be hav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what can we do and how can we do it. 海洋世界前员工也讲，园方有钱，却唔愿照顾这个鲸豚。园方指出，这甲美国的4间水族馆联络接手的代志，其中3间已经做访过落园，不过强调单移交也阁伤早，阁有进出口的程序要行。总讲一句，鲸豚的这条求生路也阁有定定的关卡。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继续转来关心，咱国内这卫福部呢是来统计讲，儿童性剥削这案件已经愈来愈多。去年顶半年这离校性影像申诉的案件是比112年要搁较增加8倍以上。民间团体是认为讲，除了是法律的机制以外，这离校的性教育也搁有情感的观念，也应该得爱自细汉就开始来引导。手机不该成犯罪现场。台湾性教育学会等等团体做伙口号，呼吁政府重视儿少性剥削案件，已经对实体转向数位空间。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4年，囡仔性剥削案件增加2.2倍，上侪是翕甲制作儿少性影像。去年中半年，儿少性影像申诉案件，甲2013年相比增加8倍以上。精神科医生指出，即马儿少面对的性剥削，有愈来愈多是信任的人，或者是亲密关系当中，甲因成还是控制。所以呢，孩子面对的危险，往往包装成关心、喜爱、爱情跟陪伴，就跟诈骗贩子一样。性教育学会也指出，疾管署统计显示，艾滋病通报数量继续下降，梅毒煞连续4年增加，而且着病人愈来愈少年，13岁到24岁，梅毒通报增加19%。女性的感染者是大增加到52.2%。另外，淋病伫这个年肺炎的比例一直真悬，学者认为这代表风线收袂掉啊。给了我们一个很沉痛的警讯，就是年轻人的性行为的防线正在崩溃哈。民间团体连续2年关心年度10大情感关系甲性教育的事件，国到行动联名指出儿少性剥削甲性影像的问题。2025年头一届冲到第1，敢若伫校园禁用抖音等 App 政策，恐惊是无法度应用啊。我们会觉得很遗憾，不能停留在校园内现场，我们还是一样呼吁，在一个跨部门的整合跟这个系统性制度的改变。
针对儿少的性剥削，医师认为要透过性甲情感教育，由儿少的所谓风扇，甲囡仔甲青少年分别什么是防用情感调，毋但袂当防翕相，甲会晓拒绝。尤其即马着性病人愈来愈少年，学者指出，要互青少年了解，正确使用保险套的这种预防是必要的，也要了解重视身体，才会当有健康的亲密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有查到一个姓林的男性呢，伊是甲中国的诈骗集团来合作，去摕到被害者的相片甲个资，再搁利用 AI 这个系统呢，甲人的面容变做是立体的影像，而且搁甲人的钱领走。目前已经抓到主嫌等等4个人，其中呢，中国这个被害者是有55个，财损有新台币2亿，检方已经依法甲因起诉。警察来到台中北屯这间公寓，立即甲嫌犯压制。控制他！刑事局一个抓到3个人，姓林的主嫌是伫泰国红掠的。刑事局查到这个集团是由姓林的主嫌做金主，伊成立系统上甲中国诈骗集团合作，由中国非法的组织得到被害者的相片了后，用 AI 深伪技术，佮使用青年加几道卫星的网络服务，化解中国数字人民币分别面膜的严重，接把受害者的口罩，甲伊内底钱汇去别位，骗取大陆民众个资后。利用深伪技术制作被害人脸部验证影片，顺利透过数字人民币 App 身份验证程序。刑事局称查，目前至少有55位中国籍的被害者，财损的金额大约新台币2亿。检方最近侦查终结，按照诈欺、妨害电脑使用、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姓林的主嫌等等4个人。治安专家表示，最近 AI 真强，虽然生活变方便啊。不过，若是安全性不够，各自外泄和违法利用风险也是大增加。你的相片就被拿下来，然后呢，它就可以去做成一个影片，它可以做的用途会非常非常多。那所以它对于我们来说，它会有一些警讯。很多人会习惯在他 IG 上面每天放他的相片嘛，对，那个其实啊都是一个数据啊。角度越多啊，那个 AI 圈起来的那个影片会越像你本人。温怡玲指出，个资包含面膜啊、手痕等等生物性的数据，若提供愈详细，也互 AI 有更较侪连接甲运算。提醒民众若准提供影像，要注意敢有公开，佮有迄个单位的用途。上好是以实际操作，也是办理的方式，才会当加强资讯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根据咱国内这劳工保险条例这个规定呢，消费者物价指数若准累计成长是超过5%的时阵，安尼就爱来调悬劳保的年金。根据这劳保局的资料呢，有计是伫2026年的时阵，会有6个年度这退休的劳工，就因为这指数是成长率超过5%，所以退休金就会调悬。按算今年5月就会开始调，6月就会立效。过年要到啊，才发现果子干贝拢起价，尤其是干贝起2成，钱愈来愈薄。为着要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避免退休金去通膨食掉，劳保年金有设物价调整机制。根据劳工保险条例规定，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超过5%的时，就要调悬劳保年金。依照劳保条例的规定，劳保年金，自请领年度起就会计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累计成长率，然后当它的累计成长率达到5% 的时候，就会依该成长率调整年金给付金额。劳保局指出，照目前的办势来看，2025年物价指数一定会超过5%。预估达标的年度包括2011年、2012、2016、2017、2018和2022年。调悬的关键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起偌济，年金就调偌济。举例来讲，劳工伫咧2016年退休申请劳保年金，逐个月领2万，因为物价起价，所以伊伫咧2023年的5月一定成长到7.4%，伊就会当改领21480块，增加5%以上吼，你就会做调整嘛。这是一个好的机制啦。但是咱爱考虑的讲，真正的物价吼，会成长率吼，通常拢比咱吼估价更较悬啦。因为讲伫经济的增加顶头，会使个做提高啦。劳团认为，消费者物价指数是用加轻大交通等几项来平均计算，生活开销拢咧起，民众实际感受到的通膨是会比物价指数的数字更较悬，尤其是伫咧食的钱上济。劳工团体也希望劳保局会当提悬食食的计算比重，较符合实际的状况。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
来看这做兵做一档，毋那是引入美军的训练。即马行政院报告是指出讲，今年开始这做兵呢是变做是步兵营，都爱落基地来参加练勇甲实弹的操演。或者是表示讲，这就是为着要加强这义务做兵的作战能力，甲志愿的军官做伙来担守护国家的责任。国城红准火箭弹精准拍到目标区，越南透过实弹射击展现训练成果。今年期义务役经过真侪项改制，行政院上新施政报告显示，今年期义务役为今年开始变做步兵营，配合志愿役为主的练兵旅，政府三军联合火力实弹测考，各叫做练勇操演。后备战力的纵深，不仅是有200万左右的后备兵力，更重要的是这200万的后备兵力是经过妥善训练，并且熟悉新式装备、新式战术，以及与志愿役组成的主战部队有合作经验、合作默契的啊。李伟认为，这是义务役组成的守备部队，甲志愿役组成的作战部队，进入战略整合的新目标。义务役步兵营的练勇，爱接受更加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或者分析国军新型台海冲突，防卫无前后之分，国军作战道道行向，攻守一体。对于解放军来说，他也会去优先会去打击这些主战部队，所以作为一个我们现在的防卫来讲的话，已经不能用过去传统的防卫的方式，说守备旅往前推，然后这个主战部队往后收缩。最后再去进行一个反击。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攻守一体。距离5.5海里，有船只闯入。中共是照殖民国家中国海警法14个年，成为将前期海峡内海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中国海警第一摆公开伫钓鱼台集团会面，虽然敢若短短几秒，暗过中国海警船技术伫咱12海里领海范围，甲钓鱼台抗做伙也引起关心。反在中共恐吓，各组畅水南海军号负责水下作战当中，已经完成2摆畅水。抗会秘书长吴钊燮公开海军号咧畅水的相片，象征咱维系的能力，搁行出重要一步。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新会期今仔日报道，这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呢是来抢头香，除了是来呼吁赶紧来审总预算案以外，伊嘛希望会当把这正义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摆入去议程内底。因为顶礼拜这拿白联手通过这个卫星供电法、东散条例，也有助理费，即嘛是传出行政院有可能会唔复苏。我要请托韩国瑜院长，也能够注重未来国家的长远发展。不管是国家安全，或者是经济发展、人民的福祉，希望它能够发挥功能。慰问邮局向庭的时阵，总统也强调，车子搁一届向立法院发声，国会新的会期紧予今年度总预算，甲有关国家安全的行政院版本国防特别条例，赶紧付予审查。立法院这边，民进党立委郭国文透早6点45分头一个报道，嘛呼吁知影，莫干那针对总预算内底718亿，先行计划来做优先的法案。基本上一个总预算来说，它是一整套的哈，没有说偏重于哪个部分，特别新兴预算的部分700多亿，其实是部分。挑三拣四，照顾到特定人而已哈。会期煞咧审查，第礼拜法案清仓，若被联手通过卫管法、东山条例，甲有关助理费补助的立法院组织法3项修法，呼吁评估救济管道，嘛纳入唔复苏的可能性，搁引起调野的攻防。如果这样一来的话，那行政权就是独大嘛，就台湾就没有立法权了，只要他不喜欢的案子就没有，就统统是不复苏。中华民国啊。就不能讲民主国家了啦。行政院的不复苏态度，我们目前是支持的，因为确实讨论的时间过少，而且都是抽出逕付2读，所以我们绝对支持行政院的做法。呼吁在野党团在新的会期真的不要再只有提争议法案。3项法案通过，罗总统爱全国民众做公亲，不过若要继续对徛，国民党立委伫新的会期嘛，甲执政党发声，希望调野会当做伙抓诈骗。过去这几年，国人对于诈骗深恶痛绝，被诈骗的金额又向上攀高。我们也一定会提出我们相关的打诈修法版本，包括严拟使用鞭刑来对付性侵、虐童、诈骗等重大犯罪行为。南亚立委洪明凯讲，已经提早16楼考题，爱行政院伫国会新会期好好准备。另外强调讲，民众上界关心的都是总预算、国防特别预算，甲台美交务协议的进度。希望新的会期会当以对话来取代对徛。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来看，这国民党副主席萧旭琴呢，今仔日是带团去中国来参加这两岸交流论坛。伊是表示讲，这抓去的目的就是为着台湾的产业，也有两岸和平。也若敢会见这国台办的主任，也有其他的中国官员呢，伊是讲随人安排。智库论坛。 争国共密谋。独派团体政府不愿意标语伫咧同机场抗议，国民党副主席萧旭琴加国政基金会副董事长李鸿源随日带团去中国参加帝国交流论坛。萧旭琴讲，这段重点是专业领域，并且做两岸和平缔造者。团员第一个大部分都不是国民党党籍，第二个都是专家学者、相关领域的这些理事长和秘书长。 所以谈的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东西。我们出发就是为了台湾的老百姓能够跟对岸有一个交流，针对各个领域的专业的面向，大家来一起看看有没有什么共识，可不可以合作？打算会见宋涛吗？我想我们尊重主人的安排啊。 是不是甲国台办主任宋涛见面？萧旭琴讲，看主人安怎安排。民进党立委沈碧阳批评国民党恐惊无记着国共内战的历史教训，相关交流颠倒有可能成做中国施加影响力的工具。 国民党呢，对共产党的理解呢，可能从国共内战开始一直都有非常大的误解。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并吞台湾，他就是要把今天这些交流当作是一个杠杆，不管今天是经济上面对我们的养套杀，还是对于政治人物去抓住他的软肋。沈碧阳认为，中共的本质是欺负好人惊歹人，若是想要用放假姿态增加交流，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阻止武力犯台，是无法度的。真正有效的方式，只有强化咱自身的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民众党的李正秀呢，是受人质疑无放弃中国籍，那准互伊做立委，安尼恐惊是会有国安问题。即马党内是指出讲，其实李正秀呢已经甲中国提出申请啊，预计明仔载宣誓就职的时阵，就会对外来说明。 民众党主席吴国昌透早出现伫党中央，因为立法院新会期民众党团大晚会，地保6人加做新课立委，先由吴国昌调集开会讨论优先法案。其中台中市议员陈清良就任党团总调，台北护理大学教授区会路出任干事长。我来不及。明天同意，明天同意，好吧？好，都是好朋友。好，也希望不管是蓝的或者是绿的，也能够抱持这样的心情，就是开启开放的一个态度，而且在态度上也应该是理性温和，不要使用一些攻击性的言语。 中选会也颁发予6人当选证书，上引人关注的是头一位有6批新婚立委李正秀，伊选择无伫媒体镜头前出现，前一日红媒着还未放弃中国国籍，态度也真低调。内政部阁表示，李正秀爱伫1年来完成失去中国籍的手续，敢是会影响未来李正秀调阅资料甲接顺官员职权，也引起关注。同时，民进党立委继续质疑李正秀若就职，将会有国安问题。 30秒就可以搜寻列印出来的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申请表。为什么30秒的动作，李正秀未来的委员不做？陆配就是回到两岸关系人民条例去做相关的处理。对于立法委员职权的行使，哪些应该提供资料？ 哪些是属于机密，其实都有相当一定的规范。如果中选会认定李正秀是具有可以参政的资格，为什么内政部说他没有？那么李正秀委员呢？他其实已经按照了台湾的规范，到中国这边去申请放弃国籍。批评两亚讲法未输霸凌新住民，民众党指出伫当前两岸现况之下。 还未有人成功放弃中国籍，佮强调李正秀提三宣誓就职时，会亲自说明已经向中国提交相关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大考中心今仔日是来针对这大学学历测验国文甲英文作文来讲这个评分的原则。国文的作文呢是以画家几米的这个图来出题目，这学生呢若准会当将心比心，换位来思考，安尼就会当摕到袂歹的分数。另外，这英文作文的主题是听笔，这考生呢若准会当讲一寡饲听笔的原因，也佮有其他可能造成的这个影响，分数有可能就会较好。
侪侪学生伫1月中完成115年度的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后，会关心各科的评分标准，尤其是国文甲英文有非选择题的作文，更加是引起关注。大考中心初二特别针对作文的评分标准进行说明，强调像国文作文的第2小题，以机密的图、思考人甲人之间的情感互动，讨论产生隔阂的原因，乃当换位思考，传达家己的回应，就当得到好的评分。讲说啊，你看那个小孩跟那个大人头碰着头啊，他说最想和你头碰头说说话，然后大人也说是，这感觉上是一个彼此的沟通。此外，英文作文的主题听物，大考中心强调，若是学生会当具体描写启动物的遐尼事件的原因，甲可能造成影响，加上用字打码，嘛会当得到好成绩。一些集中讨论这个宠物带来的这个角色的这个改变哈。譬如说很多考生都会写说，这个很多这个宠物带给他们一种幸福感呐，就养毛小孩。面对全球化的趋势，大考中心强调英文的运用尤其重要性。不过，为阅卷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学生对英文词类的语义甲使用，还有英文拼音依然有加强的空间。还有学生较学掌握的时态基本文法，拢是应该加强加注意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高雄火车头附近这彩色的路面呢，已经全部拢抠掉，改做是一般的担仔架。就连迄尾这古早时的这个红台仔呢，即马嘛刷转来甲这旧火车头囥做伙，就是为着要来恢复以前大家在记忆当中高雄火车头的景象。工程人员摕伫咧涂骹摕训练大队喷水池豆豆啊施压价。高雄火车头这尾红台仔雕塑，101年配合铁基路地下化工程，封刷去北规坑。随着工程完工，高雄旧火车头也刷转来原地。进前道民众一直在问，迄尾红台仔当时要转来。文化局讲，因伫去年接受代替的委托，开始做这个喷水池工程，即阵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看到红台仔总算转来，工程主任讲，这真正是老高雄人的记忆。做在高雄人吼，成长，包括讲咱当兵。在这边集合，那好多路人都上了80、90岁了，这是在来到这里跟我们聊天，讲起他们满满的回忆。文化局表示，红台仔雕塑是1960年为了纪念在地大港埔做的，因为年久过深，口风拍热有受损，这摆佫家己刷转来，嘛有特别请传统技师来做修复。同时，请设计师对喷水池做整体规划。安顺旧历过年前完工，陪伴大家迎接新年。古迹就是安尼啊，爱照顾的，你做新的出来都无成伊啊。现在有做一些修补及补色。磁体也维持了磨石子的表面，也会恢复到原来的喷水池功能，加上夜间照明，相信后续会成为高雄车站的新地标。除了红台仔转来甲旧火车头徛做伙，高雄火车头附近的道路最近嘛有新面貌。交通局表示，原地站西路甲站东路为着要互赛车、骑车的人好找路做的彩色路面，考虑到即摆大家对遐路草拢惯势啊，而且彩色路面的材质特殊有维护，所以做一摆总扣掉，改布点仔卡，也请民众经过爱注意安全。记者柯家族条用高雄场报道。所来看这个活动，你敢要做伙来响应咧？这是法国人呢发起一项挑战，邀请社会大众呢对这个月开始，甲手机内底的社群媒体全部拢甲抬掉，尽量行出门，甲人来互动。Dès que je me lève, je suis dessus. Quand je m'ennuie un peu, je suis dessus direct. 手机啊是即马真侪人的基本装备，老人掠着空泡，就一直咧看手机啊。时间一个久长，会致使袂当专心，佫会影响身心健康。法国一位创业家指出，法国的民众平均逐个月拢会开超过54点钟看手机啊。所以，伫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联合发起关机2月挑战，邀请大家伫今年2月摕掉手机啊社群媒体1个月，甲现实的生活找回来。February, c'est pas du tout une punition, c'est pas du tout un sacrifice non plus. Ça demande peut-être un petit effort les premiers jours, mais c'est une célébration de cette vie en dehors des écrans, ce temps retrouvé. C'est vraiment une action à travers laquelle on veut redonner le pouvoir aux gens sur leur attention, sur leur temps. 活动的发起者指出，参加挑战无表示规个月拢袂当上线，若总有联络的需求，又是会使使用电脑版。伊表示，只要透过改掉背手机的习惯，重新投入现实的活动，无论是散步、料理，还是困一醒，都会当大大改善生活品质。Non, tout n'est pas acheté, mais la réalité aujourd'hui, c'est que
98% du temps passé sur écran et du temps de divertissement dans des systèmes qu'on ne maîtrise pas et qui sont puissamment addictifs. 唔但民间团体、各个政府拢开始注意到新地搁咧发展的青少年，面对社群媒体危险内容，真简单就受到伤害。法国才拄伫下议院通过法案，按算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澳洲的类似政策早就伫去年都已经上路。社群媒体虽然甲人的距离究近，但是短暂强烈的刺激，却互人身心真疲劳，而且无法度脱离。关机2月挑战的用意，就是提醒大家，现实生活当中阁有真侪美好的人事物，值得你甲目睭对手机刷开，好好去眼界一下。公司新闻由派准备约。下晡尾天气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到明仔载透早受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偏冷，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冷。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